朱哥哥。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这穿的是明朝的新娘服吧？真美。你看到了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你这么着急来见我，是想当面祝福我呢，还是想趁机把明珠谷的人一网打尽呢？都不是。小弟是毒瘾发作，想和老大赌2把。我还要回去拜堂呢。没时间跟你赌，赌的不是骰子，赌的是心。第1把，朕放一盏孔明灯，赌你能不能看见。若是你没有看见，或者是你看见了不来，那朕就输了。幸好你看见了，而且你孤身来见朕，就说明朕赢了。不，你输了。我孤身来并不是想见你，而是想告诉你。我要嫁人了，如果你还念着一点我们之前的旧情的话，就请你别打扰我今天的洞房花烛之夜，也别派你的兵来追杀我们。朕若是要派兵追杀你们的话，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。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思轩，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思轩。朕第2把赌的就是等你见到朕之后，你是否愿意跟朕走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输了。未必吧？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，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。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，朕就六神无主了。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慈轩的，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成亲了？因为你我是同月同日生，又是结拜兄弟，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你别骗我了，我跟你只是同月同日生，可我跟朱哥哥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跟他的缘分不比你强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我们谷里还有你的奸细？老大，不对，欢儿，复明是不会成功的。你与其等着做什么朱明的太子妃，不如做我大清的皇妃。你虽是汉女，但是朕可以给你抬一个旗级。你虽然当不了皇后，却能得到朕的专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，你也不再是我的龙小弟了。我们两个结拜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玩笑，而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梦。如今梦醒，我们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什么专注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吧，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别再口是心非了，朕不相信你的心里没有朕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在成亲之夜偷偷的跑出来见朕？你快走吧！你现在再不走的话，被我爹跟师傅看到了，你可就完了。你看看，你还是那么关心朕。今夜你不跟朕走的话，朕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你简直就是个无赖！你现在哪像一个真龙天子，哪像一个九五之尊啊！真龙天子、九五之尊，那是对别人而言。在你的面前，以前朕是你的龙小弟，以后朕是你的男人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你打吧，你打死朕吧！你要么打死朕，要么跟朕走。我恨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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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翻回身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
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，就只有以毒攻毒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熬过生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，就只有以毒攻毒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会杀陆小弟的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一心一意对我。欢梅，其实你昨夜走了，就不该回来，不该给我希望，又马上让我绝望，不该把我最幸福的一刻变成最耻辱、最伤痛的时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朱哥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别杀他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亲。他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亲，他要是嫁给你的话，那就是对朕无情，对你不忠，更是对他自己不仁。玄烨，你不要为难一个女孩子，你有种来，可否有种跟我决斗？论武功，朕远非你的对手，但你我的身份又不是江湖的寻常莽夫，怎可以武定输赢？若你我争的是天下，自然不该以武论输赢。但现在，我们争的是一个女人，则你我的身份，不过是世间一寻常男子。爱新觉罗玄烨，拔剑吧！我就站在这里不动，只用一双肉掌与你交手。你若能逼得我双脚动一下，就算你胜。我和易欢的婚事取消，你带他离开。你若是败了，我也放你一次，让你离开。我带易欢回去继续我们的婚礼。是男人，就接受这次挑战，否则滚回你的紫禁城，做你的八面威风的皇帝。但是，你再也没有资格以寻常男人的身份来跟我抢易欢。好，那朕就接受你的挑战，与你决斗。你疯了吗？你肯定打不过朱哥哥的，你快走啊！花儿，自8岁起，朕就只能是一个皇帝。但是朕现在想任性一回，做一回世俗男子，去真真正正的跟朱慈轩来一个决斗。若是输了，朕也绝不后悔。朱哥哥，三师傅说你这几天都不能与别人交手的。康熙都应战了，难道我还怯战不成？欢梅，这是我们2个男人之间的决斗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朱哥哥，玄烨，动手吧。陆小弟，朱哥。陆小弟，陆小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
现在明白了，做皇帝，你或许比我强，但做男人，你永远比不上我。所以，我还是认输吧。绝不认输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千万别杀了龙小弟！朱哥哥，龙小弟，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朱哥哥！朱子轩认输了。他已经输了，你跟朕走吧。不，他是因为我逃了婚，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。他私下放了我，犯了蒙规，所以受了鞭刑60下。现在和你决斗，又加重了伤疾，否则在平时，纵使有10个你也打不过我朱哥哥的。朱慈轩身受重伤，还要跟朕决斗。如此意气用事，怎么能成就大事？那你呢？孤身一人前来寻我，难道不是意气用事吗？婉儿，朕不是意气用事。出来吧！皇上。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。婉儿，朕想做你的男人，但是朕更是大清的皇帝，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意气用事。倒是朱思轩，明明受了重伤，却还只把心思用在你我2人之上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林中有埋伏。那你现在想干嘛？你想杀了我朱哥哥吗？婉儿，朕不想骗你。你和朱思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你今天不跟朕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思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有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你若是跟朕回去了，那朕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！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易欢，大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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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去。这是师父们发的信后单。不行，我不能带大师兄回去。
大师兄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大师兄。怎么样了，大师兄？好点了吗？倾城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大师兄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你昏迷前是不是跟人交手了？你忘了三师父的嘱咐，在你伤好之前不能交手，不然你的伤会缠绵不愈的。欢梅呢？欢梅现在不在这儿，师父们在找你，还发出了信号弹。我没有把你带回去，因为我怀疑咱们明珠谷可能有内奸，所以康熙才会这么快就……我不想知道内奸是谁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欢梅去哪儿了。大师兄，她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大师兄，你别这么激动啊！你告诉我，她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太激动啊。那天我打算永远离开你们，可是我离开山庄没有多久，我发现天空中有孔明灯，我就猜到是康熙去找奕欢了，就悄悄跟了去。结果我看见奕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跟康熙走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子羞辱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哭出来了，心里就会好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！龙小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永远不会杀他们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！不是朕要杀他们，是你们的奸细把他们出卖给太皇太后，是太皇太后执意要杀他们，朕也是迫不得已。行刑！师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做了个噩梦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是不是很恨我？以为我无情无义的抛下了你，跟着康熙走了呢？你和朱自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自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这样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若是你跟朕回去了，那就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，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朱哥哥，我没有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。我一来是为了救你，二来是为了查清龙小弟为什么能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们明珠谷是不是还有奸细？你能原谅我？
王少保，这些茶都是今年新摘的龙井，是昨个浙江巡抚刚刚送进宫的，你不妨多品一品，看看比之安徽的银毫如何？奴才是个粗人，什么茶到了嘴里都是一个味儿。皇上宣召奴才，有何事垂询啊？王少保，你不妨先看看这些奏折。你笑什么？皇上，奴才笑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大臣们翻来覆去，陈词滥调，也没说换一个新的花样。这上面还有许多奏折，你不妨都看看。不必了，想来左右仍不过是些什么擅权自专啦、欺君罔上啦、结党营私、诛戮大臣。你说这些，全是些子虚乌有之事。鳌拜，你皇上，这数十位联名上书的大臣，分明就是在构陷奴才，这是在离间你我的君臣之义，这简直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。奴才恳请皇上下旨，让奴才把这些乱臣贼子一一捉拿。你凭什么说这些弹劾你的奏折都是构陷之词？皇上，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，究竟是什么性质？那仅仅是在皇上的一念之间。现在就看皇上是相信要弹劾奴才的这些大臣们，还是要相信奴才了。鳌拜，你当着朕的面撕毁奏折，言语无状，在你的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？这奴才的性情一向是如此，皇上忘了，皇上经常夸奴才性情憨厚耿直，怎么到了今天就说奴才是言语无状了呢？奴才自辅政以来，哪天没有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？皇上和太皇太后一向是看都不看就直接给了奴才，怎么到了今天，皇上就拿这些奏折来斥责奴才了呢？这么看来，不是奴才的眼里没有了皇上，而是皇上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奴才了。到了现在，你还在强词夺理，丝毫没有悔改反省之心，真是让朕心寒呐！好了，皇上，你也不必处心积虑地挑奴才的刺儿了。皇上现在无非是翅膀硬了，想独揽大权，嫌奴才碍眼了。还是老话说得好，鸟进弓藏，兔死狗烹。皇上要如何发落奴才，就请直言吧。好，鳌拜，朕知你辅佐三朝，劳苦功高，朕看你不如安心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吧。皇上真是体恤奴才啊，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。但是皇上，你不要忘了，奴才是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，担负着协助皇上处理朝政的职责。现在皇上身边奸臣环伺，奴才尚未清君侧，又如何敢颐养天年呢？鳌拜啊，鳌拜！想不到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是有负先皇深恩，枉费朕的一片苦心。按理说，我们站在康熙这边，得到的利益会更大一些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鳌拜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。
如果我们站错了队，那我们将会前功尽弃。那我们再等等吧，看情况，再随机应变。不能再等了，朱哥哥，你都不知道，龙三的武功还没有我强呢。鳌拜一只手直接把他掐死了。欢妹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当然要权衡一下。好，那你们权衡吧，我等不了了，我得去救我的龙小弟了。哎，欢妹，一欢对这个龙三有点过于担心了。大师兄，我觉得小师妹说的不无道理。眼下就是一场豪赌，我们把赌注押给康熙，对我们似乎更有利。我等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去救他。哎，太子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不能去吗？倾城，为什么？你不能去。无论康熙和鳌拜谁胜谁负，你我都不能暴露身份。可是鳌拜号称大清第一勇士，我担心大师兄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放心，太子自有分寸。如果情形不对，他一定会及时发出求救信号，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。玄烨呀，玄烨，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，像你这般狂妄无知，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？好，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，再另立新君吧。都是你！这些不羞未干的小儿，就想拿下老夫，天大的笑话！李德福，这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备好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岂敢抗旨？奴才确实在茶里下了内力散，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啊！玄烨，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，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？告诉你，在来之前，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。快起来！只要抓住了鳌拜，官升3级，赏金1000两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吧，送死吧！皇上，你这是想和老夫比试比试武功吗？我说你平时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龙小弟，我来救你！没事吧？一欢，你疯了吗？你这个月的大补丸不想要了吗？义父，对不起了，请恕干女儿要大义灭亲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哥哥和你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丸。我告诉你，一旦毒发，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鳌拜，咱们来做个交易吧，你放了皇上，
我也求皇上放了你，怎么样？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。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，没想到你这般幼稚。站住，鳌拜！你已经中了我的7步之岛，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，你在7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。鬼丫头，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？就算老夫中了7步刀，也会在7步之内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，让你们为老夫陪葬的。小弟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慢点。没事，还好有你的金层背心。拦住他们，我去救皇上。你去吧。丫头，你把老夫的金蚕背心也给了皇上，看来你对皇上是动了真心了。只可惜，就算是皇上穿了金蚕背心，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。鳌拜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别人中了我的7步岛，只能走7步，没有想到你追了我们这么多步才倒，厉害！朱哥哥，简青，快杀了这个小皇帝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就是大功一件，老夫就会把你们兄妹2人的大补丸的解药给你们，还会升你为太医院的院判。快，杀了他！朱哥哥，好，你可别糊涂啊！中堂大人，你忘了，我是易欢的哥哥，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。你们这大补丸的解药都不想要了吗？中堂大人，你又忘了，我是大夫，大补丸的解药我会解出来的。老大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居然受伤了。哎，你疯了！你似龙袍是杀头之罪，是我的。好。哎，等等，皇上，奴才这有手绢啊。好些了吗？嗯。鳌拜，你别不服气，没想到你这个人不仅有勇无谋，还有眼无珠。站在你面前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，
他是皇上的替身龙三。你说他是龙三？护驾，护驾，这边快！启禀皇上，情况果然如您所料，这宫中藏着数十个鳌拜的手下，奴才按照您的吩咐早有准备，才顺利的将他们拿下。好，擒下鳌拜。这，来人，拿下鳌拜。这，他真是皇上？对，这就是当今皇上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丫头，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3，龙三的名字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，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侍寝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华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就是个混蛋，你就是个无赖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你不仅敢打朕，还骂朕是骗子无赖！你本来就是骗子，本来就是无赖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够砍你100次头了？砍吧，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，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哥哥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要被诛9族的？好啊，你先是利用我，现在利用完了对吧？我没有价值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砍我的头，还要诛我9族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伤口这么深，你还乱动？你等一下，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。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，还止血干什么？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，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？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，你是龙三，我是你的老大。那小弟做错事了，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？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朕的错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，谁让你骗我了？不过龙小弟，你不会真的要砍我跟我哥哥的头吧？你说呢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，朕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，还怎么君临天下呀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刚刚是谁冒死帮你跟鳌拜拼命的？刚刚你确实挺勇敢的。朕原本以为你就算真的担心朕，但也只会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真是后悔了，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鳌拜把你大卸8块的。朕要是被大卸8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忘了你跟朕结拜过？你还说我被你玩的团团转，你现在很得意很开心是不是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，老骗我这个那个的，现在知道自己牛皮吹大了。我从小生在穷山村里面，我以为皇上都是那种威严的，哪成想是你这种泼皮无赖样。我怎么就泼皮无赖了？那你还一直女扮男装欺骗朕呢？啊？那反正你踢朕挨了一刀，又给了朕1巴掌，这事扯平了。不过，龙小，皇上，是不是以后我得跟他们一样，毕恭毕敬的叫你皇上了？那当然了，在外人面前，朕只能是皇上，你就不能胡闹。只不过，私底下，
你如果还愿意叫朕龙小弟的话，朕会很开心的。是不是疼死了？所统，奴才在。朕封你为国史院大学士。奴才谢主隆恩。还有你的那些属下，护驾有功，全部每人晋升1级，赏白银1000两。谢皇上，奴才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这。李建清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，赏黄金100两。皇上，臣之医术还不够格担任太医院副院判一职，若是勉强忝居高位，于臣也未见有益。臣护驾乃是臣分内之事，不求封赏，只求当好一名御医。你年纪轻轻就能淡泊名利，很好。不过既然是你救了朕，那就是为朕立下了大功，朕也得赏罚分明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升职的话，那朕就赐你一件黄马褂，准你有急事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穿着黄马褂进宫见朕。多谢皇上。桓答应。奴婢在。你为了帮朕铲除鳌拜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鳌拜的身边，还识破了鳌拜要给朕下毒的阴谋，为朕擒下鳌拜立下了首功，可谓是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出来，朕都会遂你的愿。皇上，奴婢只有2件事想请求皇上。这第一件事，想让皇上撤去奴婢的答应之位。朕本来就要准备取消你答应的封位，封你为嫔，让你做一宫之主。皇上误会了，奴婢不是嫌答应的封位太小，而是奴婢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宫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奴婢的满8旗身份是鳌拜帮我伪造的，之前为了迷惑鳌拜，所以皇上给奴婢封了一个答应之位。可是现在鳌拜已经就擒了呀，所以奴婢也没有必要再假意的做皇上的后宫嫔妃了。这有什么的？朕早就想过了，找一个8旗的宗亲认你做义女，赏你们李家一个满8旗的身份就是了。其实这跟几旗也没什么关系。最主要的是，奴婢年少的时候家里给奴婢定了亲，虽然奴婢的未婚夫前几年外出游学，暂时失去了联系，但是婚约还是在的，所以奴婢没有办法侍奉皇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将来有可能还是要出宫，去跟你的未婚夫完婚？这大清朝跟历代历朝都是一样的，推崇信义为先，这婚约自然也要遵守，所以奴婢就不能侍奉皇上，希望皇上成全。你既然不愿意做朕的嫔妃，那朕也就不强求你了。你毕竟是立下了大功，朕也不会让你做一个普通的宫女。这样吧，朕就留你在御书房，做朕的笔墨侍书。等将来你的未婚夫有了消息，朕就让你出宫去和他完婚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这个笔墨侍书，以前宫里是没这个职位的，而是朕特意为你而设。你既不是后宫嫔妃，也就不适合住在东西12宫中的任何一宫之中。这样，让人在后宫之中找一处幽静的住所，赐名永乐斋，暂时拨给你住。谢皇上恩典。那你的第2个要求呢？我第2个要求很简单，奴婢知道皇宫里有一个宝库，里面有好多奇珍异宝，奴婢想进去转一转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心性。好，朕准你了，准你去宝库逛一逛，顺便挑几样自己喜欢的宝贝，就当是朕给你的赏赐。多谢皇上恩典。
石树姑娘，哇，请。公公，这皇宫宝库里面有这么多的宝物啊！是啊，我都不知道挑什么了。石树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这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啊，有数十万件。姑娘喜欢哪一件，告诉我，我来帮你选。李公公啊，你可知道皇上为何让我来选宝物啊？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如今姑娘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呐。我在这宫中已经30-4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奉旨到宝库中来选赏赐的事情啊。这皇上啊，让我来挑宝物啊，实际上是给我下了道密旨，是让我来这儿找铜匣的。哎，但是这事儿除了皇上知道，只有你我知道，不许告诉第4个人啊。奴才明白，姑娘你放心。我在这宫中当差好几10年了，就一样好处，嘴巴紧，从来不乱讲话。这个好，继续保持啊！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册子啊。姑娘，这宝库里的所有宝物啊，都在这个册子里面。我们看看这个铜匣，这个是铜匣的，你看看。这个宝库里的铜匣呢，一共有174件，不知姑娘想要哪一件啊？李公公啊，这个铜匣呢？姑娘饶命啊，姑娘！什么？铜匣被鳌拜拿走了？李公公说大概3个月前吧，这个鳌拜呢私自拿走了一个铜匣，还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去登记册上看到铜匣的形状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。恐怕不是鳌拜私下拿走的，是李公公亲自拿去献给鳌拜的。这个李公公现在还不知道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鳌拜的内奸，所以他在言语中呢为自己脱罪遮掩。哎，朱哥哥，我可听了你的话啊，没有揭穿他。你刚才说什么？3个多月前，那不正是义父告诉我们铜匣秘密的时候吗？难道鳌拜也知道了铜匣的秘密，所以抢先一步拿走了铜匣？可是鳌拜怎么知道铜匣的秘密呢？难道我们明珠谷出了奸细？奸细？我觉得会不会是鳌拜觉得那个铜匣很顺眼，自己比较喜欢，就顺手拿走了呢？环美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。皇宫的宝库中有数10万件的珍宝，鳌拜偏偏选中了铜匣，一定是铜匣的秘密泄露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明珠谷有内奸了，那怎么办啊？眼下之计，只有想办法到鳌拜府上拿到铜匣，在暗中通知师傅们排查谷中所有人，找到奸细。学姐姐说的有道理。之前这康熙啊，一直担心我中了大补丸的毒，但他不知道咱们已经把毒悄悄的给解了。所以呢，我可以借口找解药，亲自搜查鳌府，康熙肯定会答应我的。环美，康熙一直对你言听计从，就连你之前打了他一巴掌，他也饶恕了你。但是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的柔情蜜语所迷惑。朱哥哥，哎呀，你在其他事上都挺大气的，怎么这件事上这么小气呢？我接近康熙，还不是为了帮你实现为你父皇报仇、光复大明的梦想，结果你还怀疑我。对不起，环美，是我想多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等我们拿到了铜匣，一起撤出紫禁城，再也不要见康熙了，好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哎呀，说实话啊，在这皇宫里呢，有最大的老大罩着我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随便挑，这种感觉还真让我轻飘飘的。我还想多享受几天呢。你呀，
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而已嘛。为了不让你生气，我保证等找到铜匣以后，跟你们一起撤，行了吧？老大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金蚕背心，说不定小弟就再也见不到老大了。哎呀，这个金蚕背心我穿着也没什么用，我跟这世上的人无冤无仇的，也没有人想害我。倒是你，虽然高高在上，所有人都对你很恭敬，指不定多少人想害你。拿着吧，给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关心朕，那朕可就收下了。你知道这件金蚕背心的来历吗？我只知道这个是先帝赐给鳌拜的。这件金蚕背心呢，是前明崇祯皇帝的贴身之物。这个崇祯皇帝生性多疑，唯恐被人刺杀，所以花重金从海外购得了这么一件宝物。可惜啊，最后他还是丢掉了天下，吊死在了梅山。就跟这个鳌拜一样，曾经权倾天下，现在不也照样变成了一个阶下之囚？所以啊，这执掌天下之人，可不能靠什么宝物防身，必须以仁德治天下。只有天下太平，这做皇帝的才会太平。龙小弟，你这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，还真像个皇帝啊！什么叫像个皇帝？朕本来就是个皇帝。是。而且，朕会说到做到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大补丸的那个毒发作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已经命索额图去查抄鳌拜府了，命他一定要找出大补丸的解药。不，这索大人吧，他去找，他即便看见了，他也不知道哪个是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去吧，我去搜吧。不是，可是你这样能坚持住吗？我其实刚来的时候吧，吃了我哥哥给我制的那个药，虽然不能根治这个毒吧，但是可以缓解一下。你让我稍微缓一下啊。好多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行吧，那你就赶紧拿上朕的金牌，去鳌拜府查吧。龙小弟，如果我去搜的时候看到一些金银财宝，我能不能顺便带走点？老大，你在宝库里边挑了那么多宝贝，还不知足？钱是个好东西嘛，多多益善啊。你呀，真是个小财迷。所以，龙小弟，你这话是答应了？谢谢龙小弟。这样，等我发了大财以后，一定带你去京城第一酒楼吃顿好吃的，行不行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还不去？石树姑娘，这都是为你准备的。来，尝一尝，应该是不错的啊。经典一下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啊。翡翠时间，这边。的确好吃。等一下。啊。表姨父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过目。啊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府中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，还是未能找到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大补丸解药是最重要的东西啊！皇上说了，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继续搜。是，卑职这就亲自带队再去搜一遍。快去。你走。这，石树姑娘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长长眼，过目。不用看了，这个不对。不对。哪里不对啊？啊，石树姑娘。这个清单啊，肯定不对。
这不对吗？好，世树姑娘，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好啊。走。参见大人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行，走。索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哎，哇，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，连在皇宫的宝库里都没见过呀。世树姑娘，你这眼光挺毒啊，一眼就看出这账目不对啊。实话实说吧，这2箱宝物还真就没入账。咱俩来鳌拜府，也不能白辛苦这一趟吧？咱们2:1天作5，把这2箱宝物给他分了，这样如何？分了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啊？这皇上命咱们俩来查抄这鳌拜府，其实就是想赏咱们俩一个发财的机会，这你都不懂吗？那也是，咱就别跟皇上客气了。是啊，那咱跟皇上客气什么呀？啊？那这样，一会儿你找个人啊，帮我把这箱抬到永乐斋去。没问题啊，这个包在我身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那世树姑娘，这些账目可对了？不对，还是不对啊。什么不对啊？世树姑娘，这还有哪儿不对呀？啊？这个不对。行，你厉害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呀，世树姑娘，这是我藏的最后1箱的宝物了，啊，没入账的宝物了。哎，这个箱子也没有。鳌拜到底将铜匣子放到哪儿了？世树姑娘，这最后1箱宝物，我本来是要留下来，孝敬其他王公大臣的。你想啊，咱俩捞到了这查抄鳌拜府的肥差，这朝里多少眼睛盯着咱俩也不能不懂规矩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索大人，我虽然不是特别懂你们这朝中的复杂关系吧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人要懂得分享，不能吃独食，不然啊会招来祸灾的。是不是？是啊，哎呀，世树姑娘就是聪明伶俐，难怪皇上这么宠爱你。哎，那现在这账目可对了？这账目是对了，但是我这解药还没找到呢。对呀，这解药没找着。鳌拜这奸贼实在是狡猾得很呐。这找不着解药，咱俩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索大人。您看这样，您让手下的人呢去审一审鳌府的人，问问这鳌府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室之类的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啊，哎呀，还是世树姑娘更胜一筹啊！那咱这个先放着，查解药去。走。世树姑娘，你瞧这个地方机关重重，也不知道藏了多少宝物，说不定这大补丸的解药就藏在里面。索大人，这个机关十分的复杂，
我们真的没办法打开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点心，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再给你们1个时辰，如果你们再打不开，我把你们这没用的手给剁下来。我剁下来知道吗？知道，我们开。索大人，消消气啊！我觉得他们打不开，跟您站在这儿也有关系。您想啊，您站在这儿，他们紧张啊，紧张肯定打不开。要不然您看这样行吗？您到外面啊歇息歇息，喝个茶，我来看着他们。还真说不定啊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世淑姑娘帮我先盯着点儿。好嘞。啊，你们听好了啊，一切都听世淑姑娘的安排。是。世淑姑娘，这个机关设计得非常巧妙，我等真的无力打开啊！是啊，我看看。